花市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2日，旧历的11月初8，礼拜二。后来这个新冠病毒出现到本土病例咯，大家一定要挂喙罨，较食要洗手咧。疫情指挥中心上新的宣布，今仔日增加4例确诊的病例，有3例是为菲律宾境外输入，另外1例就是本土病例。这个本土病例是进前为着病毒的迄个纽西兰技术的接触者。台湾为今年4月中旬以来，已经连续253天无本土病例，今仔日破功了。啊，讲迄位为着病毒的纽西兰籍的技术，伫个传染期有去过台湾境内的所在，包括百货公司、甲好事多、南崁店。765案的在国内活动是在12月8号早上的11点半到中午12点半，好，在星光三月台北的天母店。12月10号，它的18点半到17点半，就6点半到7点，晚上6点半到7点半，在远东SOGO台北天母店。12月11号，11点到12点，它是在好事多南崁店。所以大家就说，在这样的期间，有这段时间内。可能有到那个地方的这民众，请加强注意，然后进行自主健康管理。那如果在这一段时间，一直到12月25号，有出现任何发烧、呼吸道症状、嗅觉异常，等我们常常讲的相关的症状，或自己没有办法分清楚，那你请打1922。然后到指定的社区采检院所，由医师评估采检。但是中国民众若伫拄则所讲的时段，有去过星光三月台北天宝店、远东SOGO台北天宝店、甲好事多的南崁店食，请你做自主的健康管理。若有症状，请挂喙罨到指定的采检场所，予医师来做评估。